马铃薯，嗯。我的在演的马铃薯，再来也有在市场买的马铃薯，也有地瓜。OK，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特别的料理，吃我们的马铃薯，烤马铃薯，一碟上包那个野桂叶，然后我的油，这个猪油、奶油，对，橄榄油。所以现在慢慢做。这个切大块就好。材料好了。OK， 现在水滚了10分钟了，10分钟了，我们可以洗了。这个它比较大，我再让它滚2分钟。现在我们先把这个先混合一下。这些油，橄榄油。
250度，我们先让它烤30分钟。30分钟。我拿出来了。稍微压一下就好了，稍微压一下。你可以感觉到那个地瓜是比较软。过来，你看这个地瓜有没有？地瓜比较容易熟，所以地瓜已经再撒这一面没有撒过盐，所以我再撒一点。现在我们就是要调味了。我们刚刚只有放油，然后现在已经煮了一半，所以盐、胡椒，然后再来，然后我们把这些香料撒在上面。这个简单又好吃的配菜。现在我们再把它进烤箱，250度，再烤30分钟。所以再烤30分钟。250度。对。Allora， 现在看一看。看一下烤好没有？吃看看。香草烤马铃薯。Sì, mangerei questa qui, piccola. 好玩。是外面脆脆的咯，里面软软的，那是地瓜。起的是地瓜，地瓜吃的，再看一下地瓜。好啦。
烧炸。